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6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来关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拜四是甲俄罗斯总统普廷伫乌兹别克见面。普廷表示感谢中国伫这场战争所保持的立场。另外，伫台湾的议题顶悬，俄罗斯有强调会坚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冒昧美国伫台海局势起无空。习近平是回应讲，中国愿意甲俄罗斯联手，做出大国的班。最近在地会议室面对面交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俄罗斯总统普廷总算见面。这场是破会伫咧乌兹别克的城市萨马尔罕举行。普廷一开始就对台湾的问题表明态度。осуждаем провокации США и сателлитов в Тайваньском проекте. 由我中国批评美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马乌克兰收复乌东大片的领土，俄军面临重大危机。普廷感谢习近平伫乌克兰议题的平衡立场。Высоко оцениваем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ую позицию китайских друзей в связи с украинским кризисом. Понимаем ваши вопросы, ваши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В ходе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встречи, конечно, подробно разъясним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по этому. 这回是习近平伫新冠疫情爆发了第一遍出国访问，正受国际注意。不过，伊到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落飞机时阵，脚步大无在，差一点出道。对甲普廷的见面，路透社报道，伊正欢喜会当看到老朋友，也讲两个人通过几多遍电话，会甲五国做伙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努力，体现大国担当，发挥引领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这边会面进前，俄罗斯的国防部也发一段影片，内容是两个国家的海军伫咧太平洋联合军演，就是要向西方国家释放中国动能的重要信息。公司新闻陈伟林5期抢编辑。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伫昨昏是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刷落会送予参议院专员来审议。部分的条文冇修正、冇修改，包括甲咱驻美国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这个敏感的议题，法案内底即马是改做建议尔。上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务院随向国会说道谢。那拜登政府冇继续强调讲，会深化美国甲台湾两边的关系，卖互台湾伫外交、经济甲军事顶头积极支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伫咧美国时间14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台湾政策法案，接落来将会送参议院审议。这部法案，互人认为是1979年以来上全面重整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提案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则认为，会当强化对台湾的安全援助，加强对中国的威胁，也无改变美国对台政策。Does not change our policy to Taiwan as it exists today, but it gives greater clarity about our willingness to help Taiwan. 政情团讲，白宫对台湾政策法案一寡内容会担心，几多位民主党议员也投反对票，所以象征性的条文有做调整。美国代表处要改名，什么是建议性质，提供台湾军事用途是无变，而且国家第5年20亿美金。但是要互台湾非北约盟友地位是改制钢顶台呼，无啥正式就安尼准过。外交部将持续关注台湾政策法案的后续进展，并且将与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维持紧密的沟通，期待在本届美国国会的有限会期中，能够促成这项立法。接落来，法案就要经过参议院甲众议院通过，总统签署，才算是完全拢过关。这就要伫咧明年1月，这届国会期满进行完成。咱总统府是感谢美国参议院再一遍展现跨党派对台湾的友好甲支持。不过，中国外交部是表示强烈不满，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将会看法案的进展，抑个最后的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所以镜头转来，咱过来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水气嘛无济，只有过道伫东半部甲山区有雷公雨。另外，风台南马都已经增强做中度的风台，明仔载开始伫北部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会开始落雨。咱同齐来看分图。
今日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半部还有山区会落短暂阵雨。日时会当看到日头，也毋过早暗温差较大。早起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敢若20度。日时高温大约有32度至34度。中昼左右紫外线嘛会较强，若西部伫今仔日空气品质嘛无好，拢爱洗日。另外，第14号的风台南马都伫透早2点的时，已经增强做中度的风台，会行向日本的方向。拜六到后礼拜一，咱会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甲东部水汽会变较济，会落雨。若后礼拜二水汽再减少，也毋过受东北风的影响，高温嘛有可能伫后礼拜会降到27度左右，乡亲爱注意温度的变化。来关心用电。政府是强调讲，咱台湾无欠电，也毋过2冬来已经发生3届的大停电。伫今年3月份303大停电，台电的董事长阁因为安尼落台。台电昨昏是公布强化电网运行的建设计划，按算伫10年内要投入5645亿。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嘛表示，上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大规模的停电毋好阁发生。兴达电的操作人员做隔离开关的测试，却无先确认，造成速度接地故障。一个失误的动作引起全台湾549万户停电。各大电网控制机收集中，根本就无耐用。台电早起是提出强化电网韧性的建设计划，10年会投入5645亿，让电网会当分散、巩固和防卫。整个强韧计划最大的目标，我们就希望。单一电网事故所导致的长时间、大规模的停电，绝对不要再发生。各大电网有3条主干线，南北东会通，透过龙潭、中寮、龙崎3个超管压的变电所做重要的节点，但是只要一个节点出问题，就会牵连全国。分线一定要先做。台电拍算，互5大电厂直接来配7大园区，若用交通运输来比，都是互1/3的车流，该行省道，莫行国道，安尼较袂塌。电力1/3在就近就用完了之后，那么上主干线的这个余裕呢，就会空出1/3的容量，就是要给我们的民生用电可以直接在主干线上做调度。另外，台电嘛会增加28个变电所，解决送电的问题，但是起变电所较会互民众来抗议。台电表示会确实沟通，学者认为讲，硬体建设的时阵，电网的韧性嘛要靠智慧电网的推测，人工智慧嘛会当帮助一时的分析。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高学历的选举11月26要登票，中选会是表示投票日防疫指引已经送到疫情指挥中心等待核定。送出去的指引甲去年3级警戒期间的防疫标准同款。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确诊者也有居家检疫者、居家隔离者，这些人拢袂使出门去投票。若入去投票所进前，准讲磅体温，发现有发烧超过温度，会采分流单独投票的方式来登票。来关心中国时报。台北市的东区有20多档历史，即马在台北的新旺大饭店，伫早暗收档要关门啊。昨昏上尾一天做生意，有真侪老主顾拢专工来交关。暗时送走上尾一组人客时，总经理甲全部的员工有进行禁电会仪式。员工嘛有发出多谢光临再会，有员工个流目屎蓝的好。来关心自由时报。美国总统拜登15有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外来投资委员会爱加强审查会造成国家安全风险的特定领域的这个交易，尤其是竞争也是敌对的国家来这资金这外资，嘛有甲焦点放伫敏感的数字，也个网络安全、甲微电子、人工智慧这个领域。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45000多的本土病例，死亡的个案有57例，内底包括一个10岁的查甫囡仔死亡，伊本身有先天的免疫疾病，无做过预防针。另外，咱家己买的头一批Moderna BA.1新配方的预防针，伫今仔日有80万单会送到位。那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伫后个月10月份的时，咱有机会会当甲入境的检疫改做0+7。新冠本土病例连续3天超过4万例，疫情还阁伫咧压悬。15拜是增加45269个本土病例，
比顶礼拜四增加要3成。中重症有186例，死亡的有57例，其中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本身有先天免疫的疾病，甲几种慢性疾病，无注过疫苗。8月底快筛阳性，9月初因为喘气真喘去挂急诊，有照电工检查是肺炎大院，抢救6天了后，还是救无回来。目前累积的儿童染疫死亡，今年的人数是32位哈。那其中今天这一例是归类在肺炎哈，所以肺炎死亡的儿童的个案目前累积是7名。即马本土疫情加力，为了让民众有完整疫苗的保护力，咱国采购的头一批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按算16拜5会有80万筒送到台湾。为2时开始，会分阶段开放予65岁以上的集会人、机构的居民、甲免疫力较低等高风险的族群优先注射。一开始来是有80万，我们会针对那个80万，就是的部分来先分出大概差不多41万左右。那依照这个各县市的比例，咱若外界关心边境解封的进度，当时的实施入境检疫0+7。周真祥讲，爱等这波 BA.5 疫情高峰过，而且有明显转好了后，才有可能会实施入境免隔离。10月份有机会，不过10月初的可能性较低，需要持续观察疫情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去年民间采买预防针的规定，即马是一直引起讨论。国民党团嘛有点名讲，即马的卫福部长许瑞元，也有行政院副院长沈银丁，去年要去考劝工商界莫买预防针。许瑞元有背回讲，伊将来都毋捌因为预防针买卖进口的代志去甲工商界见面。那沈银丁嘛背回讲，伊无可能阻挡产业界也是企业去买预防针。年底首都选战，最近一直讨论疫苗采购的争议。国民党团早起召开记者会，提出迄当阵通联的记录，而且讲卫福部长许瑞元、行政院副院长沈英丁，去年捌涉及叫工商界卖采购疫苗。6月19号，工商协进会的理事长林柏峰就接到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的电话，告诉林柏峰不要为工商协进会找麻烦。不要为政府找麻烦。不是这样说，他是说国家已经有在安排准备了，不需要工商协进会的捐疫苗，没有说找麻烦，没有找麻烦的时候。李炳宏表示，因为工商界欠缺买疫苗的管道，才会找国民党的委员斗3工买 BNT 疫苗，嘛公开通话内容，不过无愿意讲出甲什么人通电话。面对那样的指控，行政院副院长沈英丁，也个卫福部长许瑞元拢亲身出来说明。工商协进会不管是理事长还是他的秘书长，我都没有见过他一面，一直做梦，一直有故事出来，那就是要我们去做面对回应。老实讲是蛮累的一件事情。我不会去阻挡我们这些产业界、企业界去买疫苗，产业界都是我的好朋友、老朋友在疫情期间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提供协助。沈明丁强调讲，迄当阵新冠疫苗才打开发出来尔，是紧急授权的药啊，原厂敢若会提供予政府使用，因为政府会当担保，所以毋是想要买就买有。行政院表示，去年真侪民间单位拢有表达想要买疫苗的意愿，工商协进会是其中之一，而且有送申请的文件。不过因为原厂技术文件补无条，绝对无阻挡买疫苗的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52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5470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584万例。日本超过2000万例，韩国超过24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7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瑞典的国会大选结果即马出来呀，温和党领导右派联盟伫349席当中有摕到176席。那现任的首相安德森有开记者会，宣布讲左派联盟伫即届的选举输3席，全失去继续执政的机会，所以伊嘛失掉首相表示负责。
去年11月上台瑞典历史上头一个女首相安德森14暗召开记者会，宣布国会大选99%的选票拢已经统计完成，无啥可能会出现变化，会当确定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因为差3个席次，所以无法度阁继续执政。伊会甲首相的职务辞掉，而且伫国会扮演在野党的角色。De 4 högerpartierna ser ut att ha fått knappt 50% av rösterna i valet och i riksdagen har de fått 1 eller 2 mandats övervikt. Det är en tunn majoritet, men det är en majoritet. 这届大选左派甲右派两大阵营的竞争是真激烈，双方伫咧帮派犯罪、移民甲融合，也有电钱直直去等等的议题激烈交锋。温和派克里斯特森做内阁若是有顺利，会成做瑞典历史上头一个甲极右派结盟的国家领导人。It's a sad sign of the times that we're living in, that they can profile themselves on scaring the people with that where it's unsafe to live in Sweden with all the criminals and all the activities and so forth. That only affects about 1 or 2% of the people of Sweden. Most people, they live a very, very, very secure life. So how they can win an election on that? It's ridiculous. 右派联盟的成员，除了主打法律甲特殊，有新纳粹主义背景的极右派瑞典民主党以外，也有自由党、基督教民主党。政治色彩属于中央偏右派的克里斯特森，中学时期就对政治有兴趣，捌做温和党的青年干部，已经结婚，而且请养3个为中共领养的查某囝。英国伊捌讲绝对袂甲极右派合作，不过连续失败2届了后，开始专心伫咧右派，也有极右派选民关注的议题。答应会整顿治安、解决瑞典高失业率、欠助产师，也有学校教室乱抄抄等等的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来南韩，南韩的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第14日宣布，要针对违法收集南韩用户个人资料的 Google 加 Meta 罚钱，一个罚17亿台票，一个罚7亿5千万台票。另外 ，Google 手机的作业系统甲规个市场拢独占这场官司，后面法院是一次原判决，即马要罚 Google 1281亿台票。南韩个资保护委员会去年2月开始，针对国内外主要线电广告平台收集用户个资的情形做调查，发现 Google 加 Meta 违法收集南韩用户个资，就是宣布对2间公司处罚，也是罚款规模上大的一遍。 이용자의 동의를 받지 않고 개인정보를 수집 이용한 행위에 대해 구글에게 692억 원의 과징금을 메타에게 308억 원의 과징금을 부과하였습니다. 个资保委会讲，这2间公司收集用户使用其他公司服务的情形，来调整因家己公司显示的广告，不过摕这款资讯进前，无甲用户讲，也无经过用户的同意。 Google 自2016年开始 ，Meta 更加是自2017年7月就开始这种违法收集个资的行为。对南韩政府的处罚 ，Google 加 Meta 拢表示遗憾。Meta 也佫讲无排除以法律程序证明公司的做法符合规定。另外，后边2018年捌裁定 Google 诋毁手机的 Android 作业系统涉嫌垄断市场，稳固因家己所存盈利的主导地位，罚 Google 43.4亿欧元。Google 向后边的普通法院要求推翻这个决定。 因我认为后这回对 Google 的分析有部分错误，所以将罚金降到41.25亿欧元，换算台票1281亿。 I believe that consumers would be better off today had they had genuine competition in the search markets. Had there been 1 or 2 really significant competitors to Google in the search market, I believe we would have seen a difference in innovativeness in search. 后边执委会伫咧2018年裁决内面讲 ，Google 透过强迫手机制造商，伫咧使用 Android 系统的装置，有涉证 Google 的搜寻加浏览器等3大行为，进行市场的垄断。Google 对14个结果表达失望，不过这件案件也会影响国家权一级别，后边法院上诉。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英国媒体有报讲，英国的新首相特拉斯要伫英国女王9月19举行国葬这段时间左右，和美国总统拜登去英国2个人举办会谈，来关心乌克兰收复和俄罗斯所占领的土地，即马伫伊祖母发现济遗体，伊是呼吁国际爱追究俄罗斯的责任。
来关心高中防治局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拢会去哈萨克访问，有风声防治局想要甲习近平伫当地见面，也毋过互中国拒绝。政治的消息，咱来关心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昨昏伫面册发表文章，伊表示，主席伫去年关于风沙是咱国家的救命温情人，也毋过即阵因为选举煞变做香港是中共的降落人。若国民党的蒋万安嘛表示，伊家己会甲主席徛做伙。也若民进党的陈时中，伊是搁一摆飞回讲，当时要预防下，无人去动民间买预防下。穿白色西装外套参加活动，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参加座谈会。伊15早起伫咧 FB 发文，讲因为一场选举，主席自关疫苗的救命恩人，变做中共的降落人。我们这么久才进来，所以可能还是要请他们说清楚。当人民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极尽所能的、尽全力的去争取疫苗，还是说用意识形态在做相关的处理？国民党团15早起也开记者会，讲伫去年也伫咧做卫福部处长的试水员，甲行政院副院长沈荣丁，拢有党民间组织买疫苗。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伫拜会现场时阵也讲到疫苗的代志，认为应该互大家知影规个买疫苗的过程。但我选择跟慈济还有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慈济是捐赠500万剂疫苗给台湾民众，稳定台湾民心的宗教团体，却被打成中共同路人。执政党不会去挡疫苗，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我们要为疫情负责。那疫苗是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武器。疫情被攻击，让人民的健康受到损伤，没有执政党会这样做。纵使是国民党如果今天执政，我们也不会去攻击他挡疫苗这样事，因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中共政府无可能当买疫苗，会继续善意照顾大部分市民的政策，目标是得票数过50%，才有法度顺利推动市政。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新北市2岁的查甫囡仔恩恩，当时去画着的时，因为会误伤病院，尾也不幸过往。恩恩的爸爸有申请1块银的国家赔偿，也毋过互新北市政府拒绝。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伊尊重委员的决定。若伫昨早，副总统赖清德是头摆去到新北，替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助讲。中和2岁查甫囡仔恩恩确诊过身。恩恩伊的老爸认为新北市消防局派救护车时阵前了81分钟，要求1块的国家赔偿，也毋过互新北市政府拒绝。伊则是伫咧 FB 发文讲，伊总算收到国家赔偿公文的回复，也毋过批评内容是轻轻大过啊领，互人真受气。也佫讲，捌透过议员要摕参加国家赔偿审计会委员的名单，也毋过互新北市政府拒绝。迎接年底选举，林爷一直伫咧讲恩恩的案件，一个是毋是要选2024？林佳龙讲，根据内部的民调显示，侯友宜支持度是降到48%，若是继续降到45%，民进党有可能会赢。民调高高低低就参考吧。最重要的，我现在全力的拼市政，把握最后这段时间努力冲刺，让我们的市政的整个政见能够做好兑现，让市民能够满意。我一直加油，我好好加油。可能涉及到表态率，那会起伏比较大。佳龙被征召提名之后，这个差距是有缩小，那朝这个拉近的方向在发展。副总统赖清德第一站的辅选就到新北市。就敢若是向侯友宜落剑帖，除了被林佳龙拜庙，也伫咧致辞时阵批评侯友宜执政不力。赖清德的釜山行程将会自新北市开始，会到桃园、台中一个贵人等地催票。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客运进前有宣布讲，对这个月13开始要调整竹东有3座公车路线发车的时间。也毋过尖石甲环山，即马有学生家长是反映讲，安尼烦恼会去害囡仔袂赴上课，所以经过协调，已经甲发车时间搁调倒转来啊。学生排队准备坐公车去学校读册，不过13开始，这座路线对原本的早起6:05分发车。
慢15分钟变做6点20才出发。学生家长反映调整了的时间，恐惊会去害着学生无法度准时上课。在选学校的时候，就考虑到交通问题，然后这班次其实还勉强能够在7点半，大概7点25分前可以到校。可是它稍微一延后，即使是延后15到20分钟，还是导致小朋友的确会迟到。早上很多的学童还有长辈需要搭这部公车，赶去学校上课。这样子的问题呢，造成了学童的迟到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多长辈要到医院去做医疗的一些看诊，也造成了延误。主管单位新德区监理所知影了后，赶紧找乡公所参新德客运相关人员讨论，最后经过协调，决定配合学生需求，公车对16开始恢复原本的时间。这个衡山这个民众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积极立刻来联系衡山跟坚持乡公所，还有我们的客运业者，那他们也承诺呢同意在这个明天9月16号开始呢，把这个班次从6点这个05分的恢复这个时间，让我们衡山乡的这个学生呢能够准时到课。新德县尖石以及环山地区的学生，大部分拢选择坐公车去上课，即马时间调整回来，总算解决不少家长心肝内的烦恼。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来关心婚林市东乡公所有推出医疗专车，会当载老大人去医生看。即马为着要照顾更较侪有需要的人，是无要限制岁数，只要是行动无方便的，也是有摕身心障碍手册的民众，买当坐这帮医疗专车。云林县市东乡65岁以上的老大人有5600多位，占市东乡人口的20%。这个时段3不5时就要去看医生，但是定拢要配合囝儿10岁的时间，所以为着要方便老大人看医生，像市东乡公所都有提供医疗专车的服务。是回诊的时间，我这一次挂号我就先预约，差很多。而且小姐都会帮我们处理啊，很方便。我就只要专心顾她就好了。个小姐吼，拢足好个，安尼拢共看。嘿嘿，好伊。拢去干嘛靠来？问迄个服务足好个。去甲病院去跟去挂号摕药啊，领药啊，完全方便啦。那在民众去病院、过到挂号、报到、甲领药啊等等，市东乡公所的医疗专车已经做13档，即马总共有3台车，主要拢走斗六甲西里的大病院，一年就载要4000人次，每台车拢有架一个司机、甲一个服务人员在斗3工。65岁以上的，我们残障的部分，我们现有长照2.0啊，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我们有富冈巴士有长照2.0来服务，我们说公所来服务这一块，65岁以下，然后没有领到残障手册的这些需要用车的。今麦为着要照顾愈侪人，市东乡公所的医疗专车扩大服务，开放65岁以下行动无方便，但是无领到身心障碍手册的民众，会当来使用公所的医疗专车，只要提早1天，甲公所注文就会使哩。记者综合报道。乡亲敢有听过幽灵果这款食物？幽灵果食起来酸甜酸甜，会当降火开鼻。屏东的李港乡有社区伫今年热人有开发出透心凉幽灵果冰，也有果汁，希望要推销在地农产品。这一粒一粒红的果子，无详细看会认为是一般的柑仔味，其实这是中国云南特有的幽灵果。60多年前，穿梭来台湾的滇缅民族开始伫屏东李港种幽灵果，到今幽灵果已经发展成社区的特色产业。就是看着父母亲他们就是使用的都是那种野生的洋奶果，比如说止咳、消肿、消炎等药用以外呢，也拿来当为一般的水果吃。幽灵果食起来酸甜酸甜，通降火佮开鼻，热天时销路真好。一个想要推广社区产业的少年人，就甲社区协会合作，开发出幽灵果冰。除了幽灵果的酸甜口味，佮会当食到微微啊牛奶香，透心凉佮无负担。是这个果实它本身有就是一定的酸度，然后吃起来酸酸的话，好像很适合拿来做成一些甜品。
加上就是屏东的天气蛮热的嘛，然后我们就想说，现代人对冰品的需求高，那我们就试试看羊奶果如果跟冰淇淋结合，就是会怎么样？就希望说，如果他们这样子青年返乡跟农在社区可以一起共同推动社区产业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模式。社区青年为地方开创新的特色产业，甲幽灵果做成冰，利用网络销出去，落尾佮加10派精力回归互社区，就是希望会当推动在地产业。卖互幽灵果的文化社团促成农产品的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那这两天，咱受疫情的影响，无法度出国去游览、去佚佗，所以环岛重新认捌咱这块土地，这款旅游真兴。有一阵少年家，因是用42天的时间，骑独轮车，也是脚踏车，四界去宣讲、去表演、去关心在地议题。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伫明仔暗7点半，咱带乡亲同齐来看因的故事。落一阵大雨，骑车的少年家照常出发。一定过去毋捌做伙生活过的高中毕业生，趁暑假来认捌台湾。因对总统府出发，要用42天的时间进行独练无独立的环岛计划。过程当中，四季表演顺续推广高轮车运动。我嘛毋是食饱弯腰啦，是做这少人会做的代志。阮就是讲推广这独轮车，会使当做一个交通工具，嘛会使表演。骑车环岛期间，因逐工拢会伫网络平台分享心情，嘛会了解因观察到的地方人文、环境保护、渔农产业的议题，互搁较侪人了解这块土地。一路上也有认同因理念的友志，陪因做伙骑，互因这段旅程袂孤单。我感觉因就有热情，知影家己要创啥，安尼就好。因为我们是想说，我们都已经到各地了我们想要宣导环境理念的话，我们要先了解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也蛮好，就是在旅行过程中也可以多了解比较深入的知识。5个来自无同所在的少年家，面对无确定的未来，趁着夏日的热情，勇敢完成这摆的游说台湾，离开教室，行踏土地感受，嘛真做因的养分，走出实践个人的理想和梦想。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文创产业博览会的家具馆，是用陈定波伫1934年所完成的展望主路城做一摆展览的主题。那所有这展览的作品，伫文博会结束了后，所有作品卖刷到家己的博物馆，互在地人欣赏。一支的釉茶布达出特殊的展览空间。文博会家具馆用6000支釉茶来展示陈定波的作品，希望用设计角度来消解家己这个目度。展望侏罗城这个画里面有一个，其实你仔细看那个画里面也有一个马路，它就是大通，就是现在的中山路。那我们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展览，让民众可以看到从这一条路径里面嘉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轴心。进来就可以淋漓感觉到说，我们的城市最主要是以木都为主，然后怎么样的一个做的陈设。今年嘉义市头摆参加伫高雄举办的台湾文博会。文博会结束了后，市政府把展览的物件全部搬转来，要互家己的民众嘛会当看到这的作品。从来没有发现的东西，在这里被看见了。我觉得让我们就觉得说，嘉义真的是既摩登，然后又古典。那大家也许也可以去叠合100年前过去的那个时候的嘉义人的样貌，跟现在嘉义人的生活的样子，然后彼此去比对说。现在的嘉义有可能长出什么样的可能，跟过去100年前的嘉义跟现在有什么样呼应的地方，这个是比较藏在里面的讯息。这摆展览为今仔日开始到11月19日，会伫嘉义市博物馆展出。文化局嘛会配合学校安排艺文的课程，希望学生囡仔会当用美学设计的观点来认捌这个城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网络时代，人人拢有手机啊，要看电子册，也是去网络踅册店，即马拢真死行。抑毋过伫咱台湾，即马共款也有超过200间独立册店，透过找出家己的特色，也是结合咖啡厅，行出家己的一条路。因是希望民众会当行入册店，选册、摸册、嘛看册。
遮侪款的册伫架仔顶放哦好，遮尔宽的空间目前是有要2万本的册，已经开9间独立册店的青椒册店，和较早无同。即摆因伫高雄开的100平的册店，是和咖啡厅做伙经营，拍大家对册店已经特别无成立的印象。我们很希望它是独立书店跨100平书店的第一间，希望可以开创出新的模式。因为独立书店一般它的规模不大，可是青岛书店因为已经开到第10间，我们希望可以展开新的规模化的经济。虽然讲即马是确实行电子册和网络册店，但是台湾同款有超过200间的独立册店。即间伫高雄的独立册店和咱无共的，就拢是绘本和立体册。立体书啊，或是触摸书，就是有不同的透过书籍的装帧跟材质去传递感受的一个部分。所以，在这部分，我们觉得绘本它是一个蛮特殊的类型。虽然讲大多数的独立册店无亲像连锁的册店遐尼大，但是细间搁遮水的空间，颠倒互大家感觉较无距离。店员和人客会当亲像朋友，做伙讨论文学。他会写什么最早的那个万国博览会，台湾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啊？那这是他的第一本时代小说。网络时代，啥物拢爱紧，大家对三C产品顶悬是接受一堆无必要的资讯。实体册变做大家会当主动选择和吸收的避风港，这有可能就是真济独立书店选择要继续经营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新外消息来关心，台铁伫中秋连假时，因为并高度故乡，中秋连假这3天拢有车班满分，甚至甲退休的工程人员找转来斗3天。台铁的产业工会是嘛表示讲，就是因为即阵台铁要公司化，其实内部大家拢真无稳定、真不安，人才嘛伫透地流失，因是呼吁台铁应该赶紧想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境。留台方案烂透，台铁人才走光。伫交通部门口批评台铁的人才流用方案，台铁产业工会15条开记者会，讲根据今年7月底的统计，台铁员工比去年同期减3%，而且根据其他公营企业的经验，未来公司化会阁有真侪人离职。因批评台铁前一阵仔提出全体起薪水2000块的方案，根本老人袂调。他在这一次提出这个留才方案，并没有很民主的跟我们基层协商。那我们可以光从他提出这个2000方案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并没有实际上去比较我们其他交通部下辖的，包含邮政或是港务等等，大家可以听到那个落差非常的大。另外，监察院伫13通过纠正台铁使用工田建设加网络行销费用的方式，工会批评台铁甲大部分的经费开伫网络宣传、工田建设相关的说真少，因要求这种代志以后袂使再发生。因为过往条目上都是说是重大工程或者是要做工程建设，还在台铁局的体制底下，他就把这样的工程款去乱做挪用，把它拿来做网宣的话，那员工当然会非常担心。我们会带回去研议的，谢谢。啊，怎么研议啊？记者都在问了，不回答。对啊，要怎么研议？不敢面对工会，不敢面对民众啊！交通部部长。交通部伫现场有派人接受陈情，但是并无讲会做啥物款的改善，敢若表示会搁再研议。工会伫现场是表达真大的不满。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那咱台湾即阵生育率是真低，即马一档拄出世的细汉幼婴是无到16万人。民间团体昨昏是呼吁讲，县市长的参选人，大家一定爱斟酌这个问题，爱针对出世到12岁这个囡仔提出完整的公共托育政策，唔通干那会晓分钱尔。像我自己的小孩，就是要进幼幼班的时候去抽，然后我们在抽签的时候，我的小孩就抽到备取72。本秀幼囝知影公共托育加奥抽，几个民间团体提出0到12岁无中等的公共托育的诉求，呼吁各县市的首长参选人应该确定公共托育，卖定伫法要发津贴，就是安尼会当鼓励生育。我们不要再度踏上韩国的托育政策的路径，因为韩国是透过补助私幼或者是私托的方法，一来可能家长的满意度低，或者是教保人员的劳动条件差。民间团体表示，政府发育儿津贴补助准公托，也是私立幼儿园，就亲像韩国私幼免学费的政策，但是品质管无，少子化问题也是无解决，所以因提出5项托育政策的建议，亲像囡仔0到2岁加歌送托率要提升到37%，嘛要扩充2到3岁托育服务，以义务公共化幼儿园
恒为主，公司入幼儿园比例应该要调整至7:3，公立幼儿园课后留园就要100%，公立国小课后照顾班涵盖率应该要到30%。公幼才是能够符合家长，符合幼儿的成长秩序的一个好的托育服务。可是呢，他就很老大心态啊，所以他们应该要改变啊。民间团体强调，台湾应该要参考国际，亲像瑞典，囡仔送托育免抽签等等，让少年人感觉有支持，才有愿意生养囡仔。希望县市首长通提出完善的托育政策，改变现状。记者丁亚布里台北采访报道。国际体坛大消息来关心，今年41岁有20座大满贯的网球明星瑞士的费德勒已经宣布讲伊要退休啊，因为前一阵仔伊脚头骨受伤有手术，伊嘛拍拼咧复健。不过伊是讲伊的身体伊家己知，伊嘛知影身体爱伊休困啊，所以伊讲后礼拜伦敦的比赛伊就要退休，伦敦的比赛是个别赛。费德勒有过算袂清楚的赛败点，伊举着双手享受胜利的时刻。不过，这种画面将会真侪美丽回忆。球路紧强准的瑞士特快车15宣布退休。The past 3 years have presented me with challenges in the form of injuries and surgeries. I've worked hard to return to full competitive form, but I also know my body's capacities and limits, and its message to me lately has been clear. I am 41 years old. I've played more than 1,500 matches over 24 years. Tennis has treated me more generously than I ever would have dreamt, and now I must recognize when it is time to end my competitive career. The Laver Cup next week in London will be my final ATP event. 在经过纪录片的脚头骨手术了，今年41岁费德勒决定要退休。伊特别感谢伊的看手米卡尔，伫咧有心8个月的时阵，还佫去看伊的比赛。I consider myself one of the most fortunate people on earth. I was given a special talent to play tennis, and I did it at a level that I never imagined for much longer than I ever thought possible. 费德勒不创连续237礼拜，总共310礼拜坐伫男子单打球王宝座的纪录，而且有5个赛季年将世界排名是第一。伊有20座大满贯的冠军杯，其中有8个温布顿冠军是史上上多，103 ATP 单打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2多。伊个人摕到的冠军奖金超过1.3亿美金，排行榜排第3。费德勒加前球王乔科维奇，还有西班牙曼纽纳达尔，互人叫做3线球王。I want to thank you all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to everyone around the world who has helped make the dreams of a young Swiss ball kid come true. 顶礼拜，美国女网欧金珠小威廉斯伫美国网球公开赛告别伊的职业选手。而即马费德勒也宣布退休，因为这届美网的男单是西班牙19岁艾卡拉兹摕到冠军，也互人看到世代的交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纽西兰伫进前有发生一件离奇的命案，两个细汉囡仔互发现死伫行李箱卡网内底。那凶手即马是伫南韩互掠着啊，是一个42岁的负责人，敢若是这两个死去的囡仔的老母，不过伊无承认犯案，带倒来也互引导转去纽西兰接受调查甲审判。看到嫌犯行出来，媒体记者拢冲过去。纽西兰顶个月是传出有2个囡仔遗体互藏伫行李箱，恐怖的凶尸命案，经过跨国调查了后，嫌犯15号伫南韩互掠。왜 창고에 유리가 있나요? 안 했어요. 韩国警方15号透早伫东南部的城市蔚山掠到这个72岁、伫韩国出生的纽西兰籍妇人人，伊敢若就是受害囡仔的妈妈。囡仔的爸爸伫几年前因为着癌过身，阿公阿嬷是共款住伫纽西兰。嫌犯是涉嫌伫奥克兰杀迄当阵敢若7岁含10岁的囡仔了后，2018年都去南韩美甲打。这个案件会爆开，是因为8月时阵，奥克兰一个家庭对一张仓库的拍卖会买规车的牛米，转去了后拍开行李箱，竟然是发现人的遗体，加甲马上报警察。警方甲遗体送验，确认死者是2个囡仔，死亡的时间已经几6年。研判嫌犯可能已经逃去国外，发布国际通缉令来找凶手。经过1个月的调查，总算是抓着人。纽西兰的警方已经甲韩国申请，甲嫌犯引渡转来，调查犯案动机和过程。公司新闻陈婉玲编译。灵癌咧化疗的是一定会落头毛，不过伫阿根廷10多年前有一个治疗灵癌的负责人，伊伫化疗的期间有发明一顶病帽啊，伫头壳顶就无啥会落头毛。医生讲，因为冰会当互门根腔缩癌收缩，确实会当避免落头毛。
若这款帽啊，伫过去10多冬，嘛成功帮助超过6万个当地化疗的病人。今年54岁鲍拉为伊的冰箱提出一项物件，看起来是甲冰箱若受伤用来冰敷的袋啊，骨来的黏做伙，变做敢若一顶帽啊同款。13年前，鲍拉得到灵感，就是靠这顶伊家己发明的冰敷帽啊，互伊伫做化疗的时，袂像其他的人一直落头毛。Me emociona esta parte porque yo le dije a mi oncólogo, yo no me voy a guardar esto para mí. Yo lo que quiero es que todas las personas tengan la posibilidad de que si yo pude no perder el pelo, que todo el mundo lo pueda conservar también. 当时替鲍拉治疗的医生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病院的癌症治疗专家雷康多。雷康多医师讲，鲍拉发明的这种冰敷帽啊，对防止化疗的病人落头毛，确实有真大的效果。El principio es que el frío produce vasoconstricción, la vasoconstricción disminuye la llegada de drogas al folículo piloso y ayuda a que este se preserve y no se muera y se caiga el pelo. 雷康多医师讲，这种冰敷帽啊，爱伫第一摆做化疗的期间就开始使用，而且温度保持伫零下20度，每30分钟替换一摆。Y después para mí la verdad que es como que sentís un poco frío a la cabeza, no te digo que no, pero no es algo que sea incómodo, que no puedas hacerlo. 过去10几年的时间，唔那伫阿根廷，阁有南美的智利、甲墨西哥，甚至是西班牙，已经有超过6万个化疗的病人，因为鲍拉发明的这种冰敷帽啊，得到帮助，互因伫辛苦治疗的过程中，袂因为落头毛感觉更较郁卒。记者甘延恩编译。手机啊，爱有基地台才有信号。伫较庄卡的所在，敢若有手机啊，若是无信号嘛，无较抓。SpaceX 甲美国的行动通信业者即马有合作，开发出用手机啊，就当直接去连卫星，安尼有信号了后，就会当敲电话也是拍字。虽然无法度传输影音这款大档案，但过要拍字、要讲电话拢无问题。为大都市到小乡镇，因为有基地台。手机啊普遍开始，大部分有人住的所在都应用行动电话，为以前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甲后来延后相片、影片的信息，搁进步到即时的影音通讯。咱早就关系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就算号称科技先进的美国，也无法度用手机的所在。基本上，这叫做无远弗届的计划，就是将 SpaceX 在地球轨道顶悬布建数量3万粒的卫星群，当作太空中的基地台。这卫星会伫离地表500多到1100多公里的轨道，用时速27000多公里，差不多是高铁列车700倍速度的驶。因为天线爱用伫安尼悬度甲速度之下，接收和转送微弱的手机信号。We are constructing special antenna. Like I said, they're actually very big antenna that are also extremely advanced. They're the most advanced phased array antennas in the world, we think. 根据 SpaceX 甲 T-Mobile 想法，这是为着手机信号偏向爱分真一地区，每一个地区应当使用到这信号量相当1000到2000通语音通话，或者是几十万笔文字简讯。也就是伫香港无基地台所在，爱有咱伫大都会享受的影音，可能性是0，毋过有基本的文字甲有音信息，伫必要时阵应发挥作用，避免延误抢救司机造成危险。公司新闻七家真朋友。关心环境，美国总统拜登当日推出电动车，伊伫底特律的汽车展览有试驶几若台新车。伊嘛宣布讲，美国要投入9亿美金，伫35个州起50万座电动车的充电站。另外，伫荷兰即马有大学是当地研发新型的电动车，毋但会当减碳，阁会当收集排出来的碳。活动演练了后，讲要甲跑车开转厝，也是做 Uber 的司机，邀请大家坐新款的电动车。美国总统拜登就是前往底特律车展，一直推出电动车，当时宣布要投入9亿美金的资金兴建充电站。I'm pleased to announce we're approving funding for the first 35 states, including Michigan, to build their own electric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throughout their state. 拜登政府去年设定目标，2030年的时阵，电动车也是油电混合车，爱达到全美国新车销售量的50%，要带动销售充电的问题，都要先解决。这9亿美金都是用来建造50座充电站，不过专家是讲工程真大，都要用几多年的时间。Can you imagine trying to put all the infrastructure together in our country that is so big for electric vehicles? Not that we cannot do it, but it's going to be a challenge.
同一时间，荷兰恩和芬理工大学团队推出一款新的运动型电动车 FAM， 这种的双门电动车唔但外形正拍，行驶的时阵也会当吸收碳。In the front, it has two carbon filters, which filter literally the air while you drive along, capturing the carbon, which get trapped in the filters. FAM 的设计理念是零碳排移动，除了大部分的零件是用再生塑料 3D 打印制造，车体所装的2个过滤器，行驶2万英里会当吸收2公斤的二氧化碳。设计团队的理念是，让汽车规个生命周期为制造到回收，上大限度减少碳排放。希望这台车会当带动电动车行业新趋势。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也毋过早暗的温差较大。明仔拜六到后礼拜一，咱会受风台南马岛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甲东部水汽会变较侪，所以落雨机会嘛会变较悬淡薄啊。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有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2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迄位姑娘呢？为什么咱不见伊踪影？姑娘，无想要活，是因为这个人世间无逐日留，但是即马有我伫咧注重，只要有一个人注重你，你就不应该抛开一切。嘉庆君游台湾，就伫公司台语台。要收听台湾之章，以辨识平静之事。初回所将，任何新力以这个行动，关键将警示。一小两恨，一刀失去，威权冰封之剑，加上我日本新前的警枪，基本强人作响，切入严重。啊，伊毋知有通来互我做竞赛无？啊，阮迄细汉查某秀英，嘛通互你做新妇哦。日本殖民的第3年，雅信的阿爹甲阿娘成亲。因照马偕博士所讲的，教放假主持教会，而且伫咧街仔路顶设一间厝，哪甲人看病，维持厝里的开销。这个无去互电视的影，就是台湾头一个查某医生。伊阿爹甲户名号做雅信，是要取文雅甲信仰基督的意思。秀英一定毋望会当替林家生一个查甫的，也毋过无想到讲，这个厝里唯一的查甫人，伫咧这个时阵煞来破病咯。你生遐个查某囡仔拢无路用啦，规气拢送互人啦。一花开枪，二花地灵，三花无节啊，走长枪。去到一个飞阴飞扬的所在，代替某年去另外一个世界找找老爸。落梦的时阵啊，伊讲我拢去教落塑胶落啊，然后教有诶无诶啊，个我笨手。
历史的前奏响起，经典的歌曲搁来唱起。你有偌久无听过这的歌曲？搁有偌久无现场感受优美的歌声？这届心所爱歌要甲上感动、上怀念的歌曲带到你的身边，做伙唱歌互恁听。一心戏剧团传统好戏《无上杀手》，由双条小生姊妹仔甲爸爸共同演出，阁有朱玉豪特别来学演，实力派中生代和少年演员共同演出武上潘金莲甲西门庆之间各种感情的温温婉婉。报道大舞台《无上杀手》。